你看那个月食呀，月食缺觉，下午5点多了，傍晚了5点多了拍的，月食那一天拍的，到了晚上7点多就复原了。这今天呢、昨天月食，今天是今天拍的，你看。这个拍这张比较清楚。你看，今天农历10月16号晚上，月圆了，月圆。昨天15应该很圆了，结果看到的是缺觉。傍晚快天黑的时候拍的。月食哦，农历10月15应该月很圆才对啊。你看，那是什么？是被雾，真的是被雾也遮了吗？啊，缺了一大片呢。哦，超月食的。有本华师的声音呢。